乡亲啊，你敢看得出来，这是一间庙，这是台南的麻豆口水仙府哦。你看这个造型啊，看起来做像办公大楼的哦，但是你个挖过，这真正是一间庙啦。台南市麻豆口水仙府，伊的外观甲一般的庙真无共款，伊是甲商办大楼起做伙。这个大楼的一楼是庙的形，因为这个中式的庙加上西式的办公大楼，伫在地是真特别的地标。水仙尊王要找庙的时阵，伊嘛是地点啊，地点找几啊位，伊拢无爱。要起这间庙以前，水仙尊王伊就有交代，头前96坪。毋是阮徛的，安尼啊，我毋知什么意思啊。结果96坪，就是伊要做庙啊。这间庙是服侍水仙尊王，当年是因为神明托梦，予这个头家，伊这决定事业有成了，要为水仙尊王打造庙寺。所以讲，当初设计大楼的时，就保留1楼到3楼，甲大门口的庙寺的造型，变成办公大楼甲庙寺结合的特别风景。